么样？已经死了。为父。哎，大爷，看到变了一团云。哦，你快，走，慢。娘子随我来。千里路，门上风光美似浪上空，上你来从小过，他也是夫唱妇随本前途。怎么不张眼走路上到我的身上来了？分明是你上了我啊！呸！糟当你，玩不下去。这位仁兄，实在小姐鲁莽无影，委屈停止不饶，得罪仁兄万望死噻！区区小事不必怪意啊！宽仁兄风尘仆仆，两日外乡到此，真是。请教仁兄真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？仁兄，小生名唤胡文书，住在家乡在常州。不知仁兄来到僻乡有何悲欢？素见飘零几相遇，今日里附近得是古宝地，要西风沙把绿点灯。仁兄。晚上不方便，
神翁真心，心脏明堂不用在这黑地方提起武侠大爷，乃是他的人民，谁是不知哪里不晓？真是翁失亲，若与你凝视为本，同相守。对，武侠大爷最喜欢与读书人结交朋友了。神兄。他那里一片阴晴晴，花心面上似少雨，人意相邀我真相去。神兄，不哭啊！异乡客的银子情人也诉来。神兄，我有情谁转红颜醉，这海人不能渡巨流，当朝神翁不想你，绿蝶小妻无可救，子女之情我怪不尽，这要留子你心灵受。既是神兄不愿死在我家，若神也不勉强。这是神兄所谓带女眷，还需照顾亲近的客店才是啊。大爷，东街有座我洋楼，客房宽敞干净，乃是海人第一等亲近客店，都是十分相当。我洋楼，对，在这海地地方，城里城外大大小小的客店，使人清静安适，使人我杨楼再无第二家了。若是愿为神兄带路，张神翁如此关切，文秀恭敬不是从命。娘子快来！官人，客店可是稳妥了？稳妥了。神兄，这位便是真少了。真是如今，娘子，这位便是热心好义的张神翁。神少请来见礼。不管万里。看天色不早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娘子，张神翁言道这海人人来亲近客店，收摊东街我洋楼，令我前去投诉是何？娘子不必多虑，放心就是。此次就依官人。神兄人少，这厢请。张神翁请。官人，娘子，你路途辛苦，应该好好养息几日，千万不要为我再操累了。官人，你用功读书，为其尽心照料，乃是文内之事。我在旅店住了几日，我的身体已经康复。我们
就可上路了。哦，明日就可以上路。是啊，考期不远，你我还需接早观望京都。哎，官人，你快用了这杯香茗。是此有了，娘子某带领上神花人，想不到爹爹无成也事情，曾家贵要比我江中沙滩难回头，我今年胸怀宏图之灵，仰慕今生托终身。若是因我得佛喜良缘，我就等着你的喜报了。吴公子，
胡公子，管家来了，与我见教。胡公子，我家大爷白天相亲，请胡公子过府赴宴。哎呀，这个胡公子，我家大爷说请了几次你都不肯赏脸，实在不去就是看不起他了。哎呀呀呀，小生正官实是不为应州。不为应州，你就少饮几杯，与我家大爷谈谈文，写写诗，有不可啊！哎呀，胡公子，事送名就是。怪人，上一道武功不受落，女长堂乃是萍水相逢，我看还是不去饮酒的好。娘子，想那长堂虽是萍水之交，连日来嘘寒问暖，深情可贵。何况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宁，明日也该去向他道谢辞宴。此官人就要受宴，不须早去早回。我区区就为娘子放心。胡公子，请。请。谁呀？是店小二。请进来。我娘子等来了。有劳店家。我娘子，何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。是啊，方来张府管家前来相亲，我官人无法太子过儿去了。你们与张大爷是私交？不是的，我们初到海宁之人，在大街上认识的。这里面一定有名堂。店家，我娘子，你们准备再住几天呐？我们明日就走。对，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。有道是谁家千本好，出门凡事难。这一举一动总要小心。为啥啊？店家，我娘子，我走了，有事只管叫我。店家，我官人未回，请你且慢拴上店门。是。永州官贼不闻
巧来到我杨楼，楼下伺候。娘子开门，娘子开门来。是官人回来了。官人，怎么是你？哎，小娘子不要害怕，是区我啊。夜半三更，你怎可到此？小娘子，小娘子你负了小酒喝在我腹中昏醉。怕你在地挂心为我的夜半送信来。都是你的好意，张大爷应声让你快回府去吧。你倒算空忙，富不为，冷清清啊，我还是区来作陪啊。你怎么是这样的话？我是有官人的。小娘子，自从那人从下回，我曾是花花把相思哎。今夜你父不能归，天赐良机莫自退。十大当天不须回，刚转一关是下来。要惜明女比谁还地保神魂说罢当娘我为国立三代，我的年送去相会，一副不奴才怪位，你叫破龙无人啊来，来，今宵织女把牛郎喂。明朝保你有富贵。不是太君的邪乎，我看你倒是我的手掌。看你逃得出我的手掌！何公子有何吩咐？哦，原来是张大爷。张大爷啊，你夜半三更到我杨楼来，怎么也不吩咐一声呢？我来问你，
你可曾看见死在这里面的小娘子？小娘子，张大爷，你夜半三更到我阳楼来找小娘子，何事啊？这，你我滚！是。队长，你来做什么？滚滚滚滚滚！大爷，我家弟子儿灌醉了。大爷，请。听你妈鬼！那小娘子已经逃走了，还不如我把她摘了回来。是。慢。今夜好事不成，那何文秀醒来是何法了？大爷，两小非君子，斧头不杀父。我是把何文秀。我来问你，何文秀9岁之后是谁在他身边伺候？小丫头没想没想呀。
难成，更可叹我儿平时父亲长言，今晨我要中当成议乱纷纷。我实是有冤呐！你杀人偿命，亡不难偿，你晚下是在妄叫什么冤枉？大嫂，大嫂，丈夫有人找你，找我在典狱房等你。不去。大嫂，丈夫的人我们可得罪不起呀。吴凤雪，你就不要再叫了。你可知道，王大大说他刚死了儿子，我实是有冤呐！吴凤雪，我养来的店小二是我知交，你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不知母亲忘了因，他现在何处？我一定设法让你们夫妻见上一面。哦，那因他现在哪里？大嫂，你去吧。何文旭，这酒菜你快吃了吧。大嫂，这是何意？哦，这美酒好菜，老内不可多得，你快吃了吧。大嫂，这酒菜从何而来？这大嫂，这酒菜，莫非想法已经批下，我明日就要出师发长了？娘子，官人，娘子，官人。素日里你敷衍不归，无期断肠。多方团体音讯渺茫，今日里定小儿藏匿八路才关来要走团夫郎。随了你披家带书遍天上，官人啊，你无故怎为看法两忙？那一日张堂设宴迎新娘，我心意乃恰举姑娘，在我私房为为点想不到皇后从天降。官人啊，可叹你我太善良，看不透张堂成年手心上。那一
受偏张家，许夫言，十张堂，一半三更进殿门，风尘情怀恩，定是他设计风梦。冤枉啊！下月来，我出江子笑当凤凰，十张当头是所写恨是郎。
难起心。且慢，当机立断自一体。何须我来问你？你与张唐往此有仇，父孙情此有约，父兄，你们怎为相称？黑泥路上并虽相逢，苦有虚话，句句实意。好，我对你实讲了吧。方才张唐命官家送来份银20两，是你杀他一去不共戴天，命我将这酒菜悄悄送出牢中，将你毒死。好色子！你修金堂，莫担心，黄德不杀，富孤城。那张堂上天理，情不用我就是实教子也不没良心。总算是言言月月无理贫。老坏我也要救你去逃生。你是什么？等到夜深人静，我才设法救你逃出牢去。岳州无人大叔何以复明啊？我自有自意。我儿王查今日病死，尚未成立。等到夜深人静，我才将我儿尸体悄悄送出牢中，将你顶替。死人之后，速去禀报，袖手无闻，袖七品身亡，自愿代县是由张唐担待。死人中，文秀定当夜晚接朝下。从今之后，你改名王查。哦，这里有份银20两，你带在身上。出狱之后，你千万小心，稍后实有出头之事，也不妨我进城救你自首。是子，礼部山上受孩儿一生人最想一双肩。
杨妈妈，就是啦我。哎呀，搿辰光发早也好上市开张噻，定金啊，哎呀定金哎！哎呀，搿水话对啦，刚刚才起床，也不晓得来帮帮我个忙。妈，你看，人家在用功你。哦，妈，哎你本上身，阿囡啊，这一年我要尽月可怜。什么事呀？再说今天又生我9日。哎呀，我都来忘记在啦。好，阿囡又出三个。那就出息嘛。阿囡啊，俺练过一刻手好在，好点本领啦，为的是傍身，嘛不要侬去包马卖家。俺开支茶馆嘛，总是做生意要紧。晓得。哎，晓得就好啦。哎呦，玩笑啥嘞？妈已经把炉子都烧起来在，赶快收拾典当，准备开始。杨妈妈妈，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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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阿侬哪个啦？管错事啦？杨妈妈，哎呀，哎呀，侬的是我对啦。杨妈妈，杨妈妈，我们先帮你打扫殿堂，随后再练功好吗？好，跟俺手一道啊，收拾典当。好。明明看到王雷的踪迹，谁知来到这三岔路口，却不见了。想那王兰英听说前往杭州高上，不知这条路他又往哪里去呢？大爷，快进去查问。是。老汉姆，快来见过我家大爷！哎呦，搿今朝啦，一定是东南西北搿短短的刮风啦。那个把张大爷都挂到俺小店来在。哎，张大爷呀，俺搿班店三小个茶道又发烧啦。那有铜锭笔录、西湖龙井、黄山毛峰、云南点红、晚会大红包、福建铁观音、红烛浓露如青、马里花如香喷喷。不晓得张大爷啊，侬要吃啥个茶啊？啥啰嗦？谁要和你的啥？哎呀，张大爷呀，搿俺搿里是茶馆呀，搿张大爷侬不吃茶，到俺茶馆里来做啥嘞？这，老汉姆，我家大爷有话问你。哦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曾看见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？哦，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啊？对。搿伊长得来是不高也不矮？对。不瘦也不胖？对。还长得来是交关个漂亮？对。哎，张大爷呀，搿侬在人家姑娘做啥？
他是我府中衙官，偷了金银之宝，潜到出外。哦，哎呀，张大爷呀，搿侬也是来事也不在。此话怎讲？那姑娘方才进得店来，讨子一杯茶，就急急忙忙向东面小路去在啦。此话当真？真哦。顾准。张大爷，侬不相信啊？哎，搿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？大爷，是。哦，我明白在，张大爷一定是怀疑搿小娘子上了我搿店里。好，上得那不放心。定金啊，拿统统出来，让张大爷收店。是。大爷，那洪文秀他怎么样？他已经死了。大爷，往来一贼，称好，大为夫去。是。慢，搿姑娘不是那夫上我后头，不准带走。怎么？你管起我张大爷的事来了？侬来了外头荒淫霸道，我无法管教。今天光天化日之下，来了我茶馆里强抢民女，杨妈妈我是非管不可。你管天管地，我管不了我害人张大爷，带走。是。丰富好，杨妈妈我就奉陪。多谢诸位救命之恩。姑娘，侬哪个会落到张堂的手里呢？妈妈呀！王大人财富因私到京都，才知道如果害人有大祸啊！十张堂十几满几元富，想不到官人还愿传世好命苦啊！十张当上夫妻人关相护，满气海富太可恶，为不给我亲力将他放。当他一登在小路，救命之恩关终身，辞别众位在官路。姑娘嘛，侬要到啥个地方去呀？我官神传世，我要去寻找我那官神的尸体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侬伶仃不但多一个，这害人神的两神术，虚放张当心不死，再老虎口真难活。那修人总要修到底。哎呀，可惜啦，是可惜啦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我遇他，非亲非戚又非呀哥，啥时转
宋金玉啊，侬就死了我的屋里向有啥个风吹草动，一切都由妈妈承担啊！多谢你呀！哎，婷婷啊，还不快见我姐姐呀！姐姐，恭喜啊妈妈，恭喜啊妈妈！快快交出美娇娘，低头圣人面朝阳。我叫人有那个头？杨妈妈，张太医，老切木小出声。开口莫弄杀张堂，无有爹娘来教养。杨妈妈今朝要来教训侬，侬两只耳朵拉拉上。张家祖宗上应得，养了侬搿段上商场，绝对留侬个小草上。枉有一副人面像侬是兰妃黑心狗大堂，恶怪莫因上天亮，坏事做心血脚板板神人都有一本牙章。不要看侬神气象，侬兔子尾巴不为啊上。不要看侬摇摆硬，侬骨头眼里为上苍。不要看侬妇人官，杨妈妈我专有人来教阿娘。哪怕侬王银霸道偷鸡莫敢强抢，民女障碍无辜抢着拉说把转两点闹得凶。到头来千刀万剐报岁月，穿金不比神欢唱，天要撇雷要轰，叫侬出上奸人王。侬磨好了吧？那个头与我那个头，吃住啊！妈，上官当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？阿侬啊，不要担心哦。你母都怪女儿一人连累你母一家叫女儿。哎呀，阿侬啊，不怪侬的，都是张堂个害人精啦。我再想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。杨妈妈，张堂被当，岂肯关心？看来你们在此也不得外人，还是搬到我家附近距离上远。距离上远，距离上远。春风送来繁文信，来了我文秀才诗人。
落明。大人，请说。先生，讲过几次，你要小心了。明日去寻访我杨柳店库王小儿，可曾找到？我已去过我杨柳，那店小儿早在3年前被张堂滚出了店门。你再去寻访知人之人，或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女儿，老丈，你因何在此地你是张堂，你玩我女儿，你玩我女儿！老丈请行。老爸，我们不是张堂，我们是引路之人。你是岳林，你是夫太，你们为什么不争我的长子？为什么又把我当成死去活来呀？老丈，我们送你回家去。家，哼！你们生我诬告长大，将我关了3年监牢，早算无家可归喽。老丈，你既有满腹冤仇，我们替你伸冤报仇。伸冤报仇？你们！总儿，你将他先带至顺堂，安顿之后再去寻访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今日定有小叫声，娘子啊，不知你今在何方地？不知你母子可爱人？不知你夫口真特心？不知你3年如度光
个上至金衙门，谁知道官官相护不讲理，条条王法是空分，有权有势能忘形，平民百姓是越难生。我有时又相信又恨，为什么人没有报应啊？叫上司官话文书，今朝官夸来显灵，我做张当报仇恩，害人地方好打听。妈妈，你在讲什么？哦，我拿了那讲胡文秀啦。胡文秀，他在哪里呀？哎，胡文秀啊，死了已经3年嘞。哦，妈妈，神几是你因何杀他呀？哦，今朝啊是一个3周年，那我特地买了5眼肉啊，正赶着回家去呢。哦，妈妈，不知胡文秀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女婿呀。啊，女婿？跟胡文秀的妻子王兰英是我的乖女儿，跟胡文秀也是我的女婿啦。对。哦，妈妈，不知你家是哪里？王兰英她可好啊？侬是啥人啊？那当天我乖女儿做啥？哦，妈妈，我是胡。哦，我想。侬想法我好意。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侬再有介个就算不听啊，我就要罚他去踩哦。呀，妈妈，哎呀，那都来啦。呀，妈妈，你买完菜要回去了？哎，今朝是咱吴继富3周年，我特地买了5眼肉啊，正赶着回家去呢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妈妈最好。再会啊。妈妈，你这位先生，这个杨妈妈做什么？方才听妈妈言道，今日是胡文秀做3周年，故而想当听。你这胡文秀什么人？你当听他做什么？看他不怀好意，我们不要理他，管着嘴巴。哦，众位大姐，我与胡文秀乃是同窗好友，数年不见，不想他已经去世了。今日记着他做3周年，我要到他灵前一吊，以表过交之意。你要去祭灵？看他是我老人，那就让他去祭灵吧。好，那么你就听了。酒里赏月放来。
城内朝上把，泼墨教育分两旁。赛子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做上房。第一位八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位有见鱼儿破壁香，第三位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四位白菜香桂炒千张，第五位姜烧胡桃牛有牛，第六位酱鱼花椒在花上，八位一位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，看起来果然为我做39年，果然的娘子心里上。
手，全做狠心人。好在是我欠下了一份命，待等到四恰十指这夫妻人。官人，我那确实的官人啊！带领配看见川兄，以往是血泪sau用，潼关人创造往事，好夫妻把手难过。见娘子痛伤心，为家的心生离容。娘子啊，你不必悲痛，谁可以破镜重梦？华妇你膝下一问才有理，宝玉儿生死早日懂啊！待见等替父报仇，我情愿分身三魂也还骁勇。如今我身为秦王与军兵，报仇先能成功，那时候夫妻从容，举天人其乐融融。官神父啊！深深教父父母啊做，斑斑血泪官场啊断。想当初隐隐相随不离分，到如今啊只有你领班将我啊伴。叹气儿年幼未成成，到何时才能去生源？官人啊，官人啊，我的父啊！父啊父，你问有名，将我背往前路长，再团圆啊！官人，官人，村人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哎呦！见娘子背上孤独神魂迷倒，叫我手足出少之意，待我进来把菜去。惊动了旁人要查是非。来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阿暖做啥？姐姐昏过去了。阿暖，姐姐，阿暖醒了呀，阿暖啊，阿暖，我
囡啊，非要哭嘞，要哭死他个呀！搿小灯灯嘛，只有搿点点个大。再讲，俺女婿个元帅还没报嘞。官人，我看啊，还是把搿个灵牌烧掉一算再。妈妈不要杀。干么侬非要哭？哦，官人传召王师，高唱不正，如今元帅为报，叫我真不伤心。阿囡啊，讲我平常来同听侬讲呀，搿女婿长得来是天庭宝马，地国方圆，搿哪个会年纪轻轻就死了呢？再讲3年前，俺只看见女婿个文胆，没看见死水呀。我看啊，还没死嘞，还没死嘞吗？哎，啥有算命先生来呀？俺的女婿算算命看啊。多谢你母官人。哎呦，阿囡啊，跟俺进去吃饭去。哦。哎呀，吃饭去。娘子苏醒，只可生文书则在放了心，杨家母女都在梁，果然是代代来是亲生。杨妈妈一番劝慰心良苦，实道是还要替文书来算命。算命？哎呀，好啊！倒不是将计就计，把气回。明日里我再到上月来叫算命。闹声喧，伤心神儿心更酸。为避我九里上元大神我每日里见此花多比天涯冷落江西中。也有生从此破，因夕阳家人两说，生死国仇来遭看。母子欢聚心头暖，真是想起官人泪光，潼关城确实山寨难过关五十里不开无云，西城远。
季节迎来保留亭，九里上元叫算命，车子回乡算命啊。二天人叫算命，想起我父无关那人。我看他应酬无要随想，为什么青春年少就丧了命？看来面相难做人，想必生死早注定。命中好来命中坏，吉凶何福能料定？算得准来再富财，算不准来不要命。先生自称算得灵，请他与官人算命。家道贫寒实难度，哪有银钱来算啊命？声声高叫无人明，不见杨家与同人，乃道来迎未听见，乃道家中无有人。我想起了杨家家道病，莫非是无有银钱来算命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，得到海人杨阳明，大户人家叫算命，命尽要收服两人，中等人家叫算命，台茶台饭台点心。贫穷人家叫算命，不要银子不好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我要送礼金，到天洞里你是问送给小儿马高饼。算命啊！我是清晨守寡衙人，唐沙先生年纪轻，这流言蜚语我实难听。声声高叫无人应，高叫文秀心多定，难道今日须知音，放声再叫各位啊听，我的算命非别人，冤枉大师也算得清。也算得清。
先生与本人，我还是比你年末将他亲。算一算我府的冤枉50生。你莫快来呀！阿囡，做啥？这是快向算命啊！哎，妈，外面有人叫算命呢。哦，有算命先生来你着。昨天不是说要替我继父算算命吗？是啊，你莫那位先生也道，贫穷人家算命不要应钱，还有懂点啊？还能算成冤枉他是。啊，有介好个算命先生啊！哎呀，搿真是来得巧，来得好！定金啊，快去叫先生进来。喂，算命先生，我们家要算命。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来这来这。先生，我有点面熟啊。妈妈，我出自算命最难唱播，这黑人嘛，我还是第一次嘞。哦，我还是第一次来呀。妈妈一定认错了。搿神出在哦。神出在，神出在。哎呀，定金啊，快把台子搬上来呀！定金啊，再去拖张椅子来啊！先生，哎呀，侬坐，我啦再去多杯茶来哦。哎呀，不要客气个。哎呦，侬个死啦！我到来着。哦哟，搿哪能到了介晚个啦？先生，吃茶，吃茶。妈妈，你要算的是男命还是女命？男命，男命。请报时辰八字。哎呀，赶我去问来，先生，赶我去问来了哦。阿囡啊，侬丈夫的时辰八字要报来呀。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。哦，晓得在，晓得在啦。哦，哎呀，先生，我问来在，我问来在啦。那搿是，哎呀，哦，啊，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什么？丙，嘿嘿，先生。赶我再去问来，我再去问来了。丙申日辛卯时。哎呀，对个，哎呀，对个，哎呀，对个呀。先生，讲侬要详详细细、老老实实个算来哦。算不成啊，求你的走吧。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逢人，照明日算。妈妈听到。祖上男命20一，命里规定10种。句两三年我报，3句4岁李娘生，5句6
岁武官看，7岁8岁上玉门，9岁10岁有文昌官，11人到年，12岁到17岁。做啥啦17岁上有在心，17岁名外天高星，无风起浪不逃生，朝中几人来上海，他人家一门门，只有此名能逃生。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，苦逼瞎子故作强，破碎骨刚先难分。赢得红鸾喜心脏，如风少女4人迎，懦夫凭金为标记，女妇美真4人情。哎呀，真哎呀，先生，哎呦妈妈！哎呀，真妈，哎呀，先生，哎呦，先生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哎呦哦，妈妈！先生，侬刚刚说的啦，帮我乖女儿讲的是一式一样啦。哎呦妈妈！先生，对不起哦，怎么后来又那个套呢？哎，后来又怎么样呢？对我说嘞。哦，对不起哦。 17岁到18岁，哎呀妈妈！有那个啦？ 18岁有逢大难行，老药自在飞来红，人民官司家在身，民万小人爱人。 手却寒冤命难成，那秋思的官耳听娘子可悲声，闻诉心中人不人，我怎能假日说明爱相劝，却为娘子莫伤心。 啊，妈妈，此名是外号啊，是外号。啊，你也是外号？幸亏有逢贵人心，贵人相聚得容深恩。18过去，19春。 独醉青龙交好运，今年正当20一，金榜得中做公卿，莫下夫妻苦相为，苦尽荣愿得欢庆。
莫轻怪在世上人。哎呀，又口醉，又口醉了。哎，先生，侬做啥啦？哦，妈妈，里面是谁在的课？是我乖女儿啦。不瞒先生讲，刚刚说的农民啦，就是俺个乖女婿。哎，冤枉死啦，都有3年嘞。妈妈，既有冤枉，因我不去申冤告上。哎，不地高上高也怕，比起高上我气呀啥？我母女几次去海远，难得长当全是大，这鸳鸯抚养我先告别啊，吃都是一顿饭子观出呀。就在往上告啥？先生，我还能到啥个地方去告？妈妈，一路迎来听人讲，又因为新人寻我出金榜，明日再过到海宁，你我愿带人去告上。哪个毛儿不退婚，哪个官府不队长，只恐他哀怨的担子更厉害啊！他为官清正义扫荡，天命福事不寻情，你们去告上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先生，这个新闻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，你们去告上，一定能告得正。好，定金啊，跟俺倒真的要去试一试嘞。去试一试。哎呀，搿一日队长到啥个地方去下上子嘞？上子我为谁呀？啊，先生还会下上？哎呀，别请先生听俺下一章嘞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定金啊，快去拿纸笔来。不用，我这里有。哎呀，定金啊，快替先生我们还没有说吴继父是什么愿望，你怎么提起笔来就写呀？是呀。他被张堂所谓这冤枉嘛，刚才说明都已经算出来了。三层老树冤情，字里行间血泪淋，我是写上字是身份，明日里定交日子佛法令。上一笔好，妈妈辛苦。好个好个。哎呀，定金啊，如今去把那蓝印姐姐看看写的对不对了哦。先生，这个新闻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，亲自作为明事经，故事完铁面无私。妈妈放心就是。好，要是俺上子告罪，俺女婿生了冤枉，跟俺一定要好好干。妈妈，哦，吓得弄醉啦。妈，姐姐说上字写的真好，先生先生辛苦了。是呀。错是我们家没有嫌弃他。那吴继父留下啥孩子，就送给先生吧。孩子，哎呀，还是我个乖女儿想得最到啦。先生，俺屋里穷，没铜钿好拨侬。不用，跟你还有啥孩子，谁送给先生？不用，不用送给先生。啊，多谢妈妈。哎呀，不要客气，给我一点点小意思了啊。先生，孩子落特在，孩子落特在。妈妈，这孩子我手下一只，还有一只是留在这里。搿是做啥啦？日后孩子认得夫妻相会。哦，妈，啥叫夫妻相会啦？哎呀，
的啦。定金啊，我们追。阿暖，做啥啦？啊？我先生你。哎呀，追了嘞！醉了。阿暖个嗓子吓得不得了。这好像是我官身的笔记。哎呀，定金啊！他把子收回来。请安红天将我请，自告其昂，坐上宾。张信，在银票可曾带在身上？大爷，三不了银票已带在身上。好。请问大臣到。啊，张师兄！啊，王大人，月升上堂，这厢有你。本院也有一礼，小的叩见谢王大人罢了。王大人为国奔赴，一路之上辛苦了。为国为民，干的辛苦而死。这个大人好像有些面熟，是有些面熟。啊，王大人以往可曾来过海宁？本院是有省长京都送礼来过江路。不知今日想要有此教。本院奉旨人员初到海宁，半日有不到之处，烦请张师兄各位照应。他身上有为难之处，有甚心里走些。禀大人，有人激动党国，尽管激动党国。王大人功夫在身，有甚告示？且慢。张师兄，下官专人想要岂有怠慢师兄之礼，就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升堂礼。有甚不过？师兄不必客气。来，升堂。接古人上堂。是，带接古人上堂。升上字上来。是。告上人王兰英上告本人恶霸张大。见识其心，越转兰英是什么相夜夜我府，海宁院官官相护，团长王法，将我府我却当人造。越这一回越中夺司我府，小夫人深院山寨申诉无门，上启青天大人洞出救命边塞在上告上告。大圣圣冤啊！张师兄，这自让受审，可是实也。大人，相约生乃是读书之人，观望之后，一向奉公守法，安分守己，岂会做出此事？平日调务一言无高，对，方大人安利问噻，上堂。我
圣旨。是大圣真。见过大圣，三顾一报。是。见过大圣，三顾一报。赵信，把我的长子升上。是。方大人明察秋毫，本院不是3年之前团长王府的黑女院当之亲族。请听大圣冤枉！正当罪恶数不尽，请天大圣大元神。张大，圣证据在，你找事不找。片面之词难以作证，我无谁可找，负谁可找？这300两文银何用？这，你再来仔细看看本院是谁？我就是3年之间，你还不是的胡粉姓？我无生理病故，既无当朝太师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妄自犯法，私命动贼，我身为刑案执法事实胡文胜，你冒名顶替的公阿明，犯下欺君贼非情，一封快速进京城，官叫你丢官下镇，难保命。张当支部推车立斩。是。